原本7月28安平雅乐轩酒店将首次举办关会，要来疏解会库的难关，因为杜苏的风台停班停课延到8月4号，结果4号佮受卡努风台影响，吹起6级以上的阵阵强风。不过，依然有侪民众热情响应，甚至主动邀请民众来做公益。就算今天风很大，那我们一样是秉持着捐血救人的使命。不管风雨多大，我们一样是不是会过来这边捐血这样子？因为住在附近，然后朋友有跟我说有这个活动，也想说很久没有捐血了，所以来看一下。那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捐一些血。都有固定捐血的习惯。风那么大，会影响捐血意愿？不会嘞，还好，没有下雨，但是风大而已。因为暑假以及天气热热，龙岗嘅民众出门关会意愿，嘛，予大南部地区每一天大约需要2100个验血邮件簿，所以饭店特别祭出餐饮等好礼来回馈关会民众，希望为欠血尽一份心力。现在台南的风势呢有6级风，风势非常的大，但是呢，我们许多民众都非常的热心公益，还是愿意出来捐血。那之后呢，这个会成为我们的定期活动，特别是在寒暑假期间，在有血荒的时候，每一天都急需2100袋医疗用血的时候，我们会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，希望民众都能够多多来响应。对饭店公关创头毛嘛无假形象要来宣传，得希望民众身体状况稳准，最近无感冒、食药啊等无爽快，后续拢会当前往关会中心来响应，互爱延续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